去踏積啦，你早起啦。我早起啦。啊，你做咩嘅？早起啦，咱全部運動嘅啦，係搖運動啦，全部就當我起來啦，當啥事就起來啦。除咗咩運動啊係啊，嗱你做夠咗運動啦係啊，叫你怎麼去買隻路去？只冇買啊，食啦，買頭點家己買家己食咯，啊嗰邊係跑咯。誒，不過有佢就冇抓佢啦，佢就冇抓佢啦，係啊，佢就冇抓佢啦。冇嗰種營養價咧嘛就講，營養嘛那冇營養，那叫佢正住啦，用個邊咯，買個邊嘛。我點解做嘢啊？做邊嘢啊？做你做毛頭殼，寫咗文啊，係啊。寫咗卡貓必爛啊！差唔多5年咯。咁樣咧，走人叫我做，我就係做啦。即係講，我做那個肝炎重症啊，冇病啊，係冇人陪都冇病啊。以前我60話個，之前70話個。老人就講聽冇寫啊。即陣是想飼這個雞，想做工。啊，即陣啊。唔驚，伊無讀書啊，做啦去呢間睇魚啦。但係伊個冇靠冇計啊，靠冇夠啊，冇做嘅。咁開啊，但排骨又必啦，但拔刀啲排骨又必啦。哇，佢冇做事啊！哇，喂個跳就先，哎呀我，咁個佢困啊，佢未困啊。佢困先聽，看背後啊，看背後咁下一隻容易，下一隻而家搖昏咗嘅，搖昏嘅係，較好會啊，較好咁啊，好啊。聽唔到，放歌不？你問你暑假這個無？日本的不？伊也聽無啦，聽無比我較慘。你看我有通時啥物，我就煮互伊人食，我是着煮互伊人食，伊人較袂曉煮伊曉袂。你有愛出去佚佗不？無啦，我想佚佗。哎喲，你叫我出佚佗，哎喲，我毋敢吼。你敢毋知會出去曉練？等下你袂曉練就死掉，較遠的所在袂曉練等來啦。講這搭巴剎去，等來按這條路甲練，佫目睭會曉。啊，你愛飛來飛去死啊，當弄無咯。會驚吼，你會驚，有影袂曉亂走。我南方帶你去啊。南方帶我去。